歡迎收睇寵物健康你要知，我係 Dr. Darian， 佢係我今日嘅小助理芒果露。我哋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個雖然細，但係對毛孩健康影響非常之大嘅器官——甲狀腺。無論係活力、體重定係新陳代謝，都同佢息息相關。呢條影片會帶你了解甲狀腺嘅功能、激素嘅影響，同埋狗狗同貓貓常見嘅甲狀腺疾病。甲狀腺位於頸部，靠近氣管嘅兩邊，係一對蝴蝶形狀嘅小腺體，埋藏喺喉嚨嘅附近。肉眼可能唔係好容易睇到，但係功能咧就非常之大。主要嘅功能係製造甲狀腺激素 T3 同埋 T4。呢啲激素會控制新陳代謝嘅速度，亦都會影響心跳、體溫、體重同埋能量水平，係身體嘅代謝引擎。冇正常嘅甲狀腺激素，身體嘅好多機能都會開始出現異常。年齡可能會影響甲狀腺嘅分泌，例如年紀比較大嘅貓貓同埋狗狗比較容易患有甲狀腺嘅功能問題。疾病、壓力或者係慢性嘅炎症都有可能會干擾激素嘅水平，例如慢性腎病或者係腫瘤可能會影響甲狀腺嘅功能同埋驗血結果。藥物或者營養亦都可能會間接影響。某啲藥物例如類固醇或者係營養失衡，例如缺碘，都有可能會壓抑或者係刺激甲狀腺嘅分泌。狗狗最常見嘅係甲狀腺功能低下嘅問題，常見嘅症狀包括好鍾意瞓覺、體重會增加、皮膚有問題同埋有甩毛咁樣嘅情況，通常會發生喺中大型嘅狗狗同埋年紀比較大嘅狗狗。而貓貓咧就會係有甲狀腺功能亢進嘅問題，症狀會包括食慾大增，但係體重會減輕、焦躁不安、心跳加快、嘔吐咁嘅問題，通常都係發生喺老年嘅貓。呢啲疾病都可以透過血液檢查及早發現同埋追蹤，咁就可以避免一啲併發症，例如心臟病、高血壓或者係腎臟嘅負擔。狗狗嘅甲狀腺功能低下，通常係以口服藥物去控制。治療係每一日用人工嘅甲狀腺素去補充身體嘅不足，效果雖然穩定，而且安全性高，但係需要終身服用，同埋需要定期抽血去追蹤濃度。貓貓嘅甲狀腺功能亢進有幾種嘅治療選擇，最常見嘅係用口服嘅抗甲狀腺藥物，用嚟抑制激素嘅過度分泌。其他嘅選項包括放射性電熱治療，一次性破壞過度活化嘅甲狀腺組織，或者係用手術嘅方式切除成個甲狀腺。選擇治療嘅方式需要根據年齡、健康狀況同埋主人照顧嘅條件。每一隻貓貓狗狗嘅狀況都唔同，獸醫會根據腎臟嘅健康、心臟嘅狀況、年齡同埋主人照顧能力去俾最適合嘅意見。定期追蹤係治療成功嘅關鍵。多謝大家收睇寵物健康你要知，我係 Dr. Darian， 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 了解寵物健康嘅大小事。